大家好，我係 QQ，可以叫我 Queenie 又得 ，QQ 又得。咁我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本書咧，叫做書名係《看穿假象：理智發聲，從問對問題開始》。咁英文名咧就係 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 A Guide to Critical Thinking。呢本書嘅封面咧寫住佢係全球暢銷40年美國大學邏輯思辨聖經之一嚟嘅。咁咧，書入邊咧係會有兩個作者啦，一個叫尼爾布勒 M. Neil Brown， 另外一個咧就係史都華基利 Stuart M. Kelly。咁佢會有3個翻譯者嘅，咁一個叫羅耀忠、蔡允明同黃斌星，咁3個台灣人士啦。咁我哋講翻咧，兩位作者嘅生平啦。Neil Brown 係美國著名嘅批判性思考教育學者，長期任教於美國博林格林州立大學，教授咧係經濟學同埋批判思考相關嘅課程。佢致力研究呢一本書嘅著作啦，如何提問、如何分析論證同埋如何辨識佢係偏見同埋假設嘅。佢最著名咧就係同阿 Kelly 合作呢一本書啦。呢一本書咧喺歐美大學都被廣泛咁樣用作通識教育、邏輯思辨、寫作與社會科學入門嘅教材，更加賣咗咧差唔多40年啦，係批判性思考領域嘅經典之作。咁跟住另一個作者咧就叫 M. Kelly 啦，同樣都係一個美國人嚟嘅，曾經任於博林格州林州立大學，同阿 Neil Brown 一樣，專長咧嘅領域係心理學、批判性思考與教學法。佢同阿 Brown 咧長期合作嘅係專門研究人類如何判斷論證啦，點樣訓練學生提出一個好嘅問題啦，點樣避免被情緒同埋偏見操控咗思考。阿 Kelly 咧佢主要貢獻就放晒喺心理學研究成果，轉化成為咧可以操作嘅問題框架，令到呢一本書唔只係一個理論書，而係可以實際用嚟思考嘅工具書啊。咁簡單講下呢個3位翻譯者嘅生平啊。咁羅耀忠、蔡允明、黃瓊星咧，佢3個咧都係台灣人嚟嘅。咁喺網上咧都揾咗啲重要嘅簡介啦。羅耀忠咧佢本身係台灣學術與商管類書籍嘅翻譯啦同埋編輯，長期咧同啲商業管理、心理與教育類出版社合作。佢翻譯作品咧多數都集中喺思考訓練、管理學、學習方法與社會科學領域，強調咧用詞精準，適合教學同埋閱讀。另外咧，阿蔡允明咧亦都係台灣專職譯者嚟嘅，與學術編輯，參與多本咧商業思維、邏輯訓練、心理學與教育類書籍翻譯嘅計劃。譯風咧就偏向學術嚴謹、條理清晰，負責工具書咧同大專指定嘅讀物嘅。另外，黃瓊星咧係台灣教育與人文社科類譯者，參與多本知名書籍嘅翻譯同埋審定嘅工作，專門長期咧研究西方學術概念轉為中文讀者易理解嘅表述方式咯。咁接住落嚟咧，我哋就講翻呢個書嘅目錄啦。目錄咧其實係非常之清晰嘅，分咗章節1去到章節13啦。咁我哋講下目錄啦，佢非常之清晰嘅框架。咁你其實睇目錄咧，已經基本上將你想學嘅知識咧，已經放晒喺個目錄入邊，好清楚咁表達。好啦，事不宜遲啦，咁我哋咧就講下啲目錄啦。咁第一篇問對問題才能得到答案。第2篇議題和結論是什麼？第3篇理由是什麼？第4篇如何分辨曖昧不明的語言？第5篇有冇價值觀衝突與描述性假設？第6篇推理有冇謬誤呢？第7篇證據嘅價值，關於個人經驗、案例、證詞、拆諸權威。第8篇證據有多好，個人觀察 versus 研究報告。第9篇是不是有對立成因？第10篇統計數字可靠嗎？第11篇遺漏了哪些重要資訊？第12篇找出任何可能嘅合理結論。第13篇克服批判思考嘅障礙。好，急不及待咧，我都想分享翻啦。每一個章節咧，我得出到啲咩嘅心得啊？睇完之後啦，咁章節1咧，我最感深刻咧就係佢書入邊教咗我咧，例如用我好好奇啊，我想知道更多，請幫幫我啊。咁一方面咧，即係話我好渴望咧運用一啲詞彙啦，或者一個講述咧係可以應用到出嚟，而令到對方咧喺回答呢個批判性嘅問題嗰陣時咧，係得出一個相互大家討論
論嘅空間咯。以批判性嘅態度咧回應一篇文章啦、教科書啦、期刊啦、網站提出嘅證據啦，或者評斷佢授課或者演講嘅品質。組織嘅論述，根據指定讀物咧撰寫一篇文章啦，或者參與課堂上面嘅討論。好似我哋啱啱回應嗰3句，我好好奇，我想知道更多，請幫幫我。嗱，呢啲都係好實際可以應用到嘅嘢啦，喺我哋現實生活中，喺提出點解嗰陣時咧，我哋點解要相信呢件事實呢？點解我哋思考別人意見嗰陣時，有冇啲可以疑問或者嘅地方做筆記呢？我哋有冇評估對方對我哋嘅意見？有冇根據意見而合理性針對呢個主題而自己作出結論，而唔係講出一啲專家嘅意見呢？所以喺章節1咧，我哋真係要問對問題先至可以得到答案啦。好似頭先嗰4點啦，自主，即係聽咗之後又自己內化咗，然後好加以善用好奇呢一個字，真真正正咧可以將你自己內化咗嘅嘢好奇講出你自己嘅論點啦，跟住好謙虛，等世界人咧都覺得你好似好聰明，咁係就係好謙虛咁問翻呢個字好似好無知咁樣啊。正如蘇格拉底話一旦接受咗呢個事實，就可能咧比較咧就可以識得點樣同人相處呢個空隙位啦。不論喺咩情況下咧，都要接受一個好嘅推理，咁我哋就可以聽到別人嘅意見啦。無論點樣咧，我哋要堅持自己嘅信念啦，表現到好有自信，而唔係盲目捉住一啲人哋嘅意見嚟當係自己嘅意見咯。咁我哋先可以進行到呢個批判思考嘅社會活動嘅。咁所以呢一個章節係令我最大嘅得着啦。設法澄清咧，我哋去了解對方。咁佢哋都有舉到一啲例子點樣做出，佢哋列出咗7個步驟啦。咁例如就複述一次，然後話我聽唔聽得正確咧？即係對方同你講嘅嘢，你講一次佢講嘅嘢，然後就請教對方有冇任何資料係漏咗嘅，促使去改變一個心意咯。建議一段時間之後咧，以供雙方針對我哋所堅持嘅理論咧，而揾出最佳嘅證據，亦都請教對方點解你認為你提出嘅嘢能夠有力嘅資訊咧？我哋跟住就同佢合作啦。假如你覺得咁樣係好嘅，咁可唔可以導出一個雙方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呢？然後尋找共同嘅價值觀啦，跟住作為一個結論嘅基礎，以便咧令到雙方咧都喺呢個問題可以開始唔好出現差異啦。設法表現關心和平嘅好奇心去討論一個問題，唔好令到一啲高語調加溫嚟覆蓋別人嘅意見啦。要即刻提醒自己，你係嚟學習或者嚟討論，唔係嚟打仗。咁我哋確定我哋自己嘅面部表情啦，同埋身體嘅語言咧都係謙虛嘅，而唔係擺出一個不知所措好高嘅姿態嘅。咁所以我哋要建立一個適合溝通嘅環境啦。咁作者嘅話咧都係一個需要抉擇嘅。我哋要抉擇或者決定，想為閱聽大眾建立一個咩嘅環境呢？你想睇下對方反對係咪充滿敵意呢？咁呢啲都係我哋可以用嘅方法咯。因為從章節1咧，其實都俾咗我哋好多工具可以使用到咯。頭先嗰4點啦，同埋嗰7個步驟。咁另外咧，我哋去到章節2咯，議論同埋結論究竟係咩嚟嘅咧？即係議論嘅係乜嘢，結論又係乜嘢咧？我哋咧又睇睇咯。咁原來咧，議題嘅種類啦，議題咧係指我哋大家對話嗰陣時，或者討論一個問題或者爭議而引發其對話嘅原因嘅。咁我書入邊都舉咗一啲例證啦。例如問題1啦，接受音樂訓練有助於學好數學嗎？家暴最常見嘅原因係咩？白可恩是治療憂鬱症嘅特效療藥嗎？嗱，呢啲問題咧，其實佢都有共通點嘅，就係希望咧獲得以上嘅描述，將世界嘅過去、現在、將來變成點樣嘅答案。例如前面嗰2個問題，大致上咧話，喂，我受過音樂訓練咧，數學咧就會比一般牌子好噶啦。咁例如咧長期飲酒咧就會釀成家暴最常見嘅原因啦。咁即係將我哋嘅過去同埋現在咧就會得出呢一個 result 啦。最常見咧呢啲方法咧就係會用喺教科書啦、雜誌啦、網絡嘅即係 internet 上面一啲 code 呢啲句子啦、電視啦，反映我哋對世界係點樣嘅樣貌或者秩序嘅好奇心啦。嗱，另外呢一啲描述性嘅議題係探討我同過去、現在、未來有關，係咪準確嘅？你又睇下啲例子咯。公立學校應該教授智慧設計嗎？我哋應當做什麼嚟防制醫療輔助嘅欺詐？我哋必須禁止多功能
憂慮車或者面臨氣喘患者增加嘅趨勢。嗱，以上3條問題咧都係希望咧獲得指出世界係點樣回覆呢一個答案咯。前2個問題咧可能係話公立學校應該教授智慧設計，以及咧醫療輔助欺詐應當重罰。呢啲議題咧同埋倫理咧道德係有關嘅。提出呢啲問題咧係會涉及是非嘅對錯啦，你好好壞咧就係希望咧引導一個答案出嚟。所以我哋依家呢啲稱呼咧都係指示性嘅議題咯，即係有啱同錯嘅。咁指示性嘅議題提出咧，我哋係應該點樣做，係點樣做好或者點樣做壞。咁啊尋找議題啦，我哋點樣確定咧基本嘅問題係議題係乜嘢咧？有時其實好簡單嘅，因為作者或者會話俾你聽。有時咧議題可以喺內文都揾到，或者一開頭佢就會提及，或者要標點題嚟點出議題係點解。明示議題會以下列嘅形式出現嘅。我要提出嘅問題係點解必須立法規範香煙產品，降低法定飲酒年齡，這麼做對嗎？學校應該安排性教育課程嗎？呢一啲咧都係從呢啲說話而得出埋一個結論。咁我哋揾翻作者咧同埋說話者嘅結論咧，其實呢一啲都係確定結論。批判式思考嘅問者咧，其實係要帶住自己話，其實作者想證明啲乜嘢，信息嘅傳播嘅目的又係啲乜嘢？呢2個問題好重要啊，所以我哋又唔可以俾到即係書本啦或者發表者咧帶住我哋走。咁好明顯咧，帶住我哋走咧，結論嗰時都會用嗱，這麼一來以指，所以我想說嘅要點係接下來即係話顯示、證明、指出事實嘅真相。呢啲詞彙咧都係會令到我哋得出結論而帶住我哋走。咁所以咧，我哋就要了解到對方點解要咁樣問問題。另外線索3咧就係尋找結論可能出現嘅地方啦，就係用翻頭先個詞彙啦。咁跟住接著咧，我哋就講下章節3啦。章節3咧就係理由是什麼啦。通常咧理由咧，我哋作者啊或者呢個發表者咧都會用一啲理由嚟作出一個結論。例如佢哋咧詞彙就會用由於、因為事實顯示、由乜乜乜人支持、研究報告顯示、理由是、因為證據係，就配合埋個結論咧就會寫出嚟而引導我哋去思考佢哋想講嘅答案啦。咁批判性嘅問題就係理由是什麼咧？咁呢啲都係我哋要問點解嘅。跟住好快我哋去章節4啦，點樣分辨曖昧不明嘅語言啊？無痛係超強嘅止痛藥。嗱，呢啲通常都會出現喺廣告詞啊。例如我哋會講，我哋絕對需要對防曬設下限制，因為佢會帶嚟極大嘅健康風險，而且效果堪憂。研究指出，做防曬嘅人呢，患皮膚病嘅幾率比一般人呢高出許多噶。防曬呢啲字眼啦，咁佢又話好多過敏症，咁你相唔相信真係防曬就設為下限呢？咁另外例如一啲廣告啦，我嘅牌子嘅安眠藥啊，藥效好勁嘅，30分鐘就見效噶啦。議題咧就話你應該買咩嘅安眠藥啊？結論就係話買我呢個牌子咯，因為咩啊？30分鐘就見效啦嘛。呢啲都係一啲曖昧性嘅字眼啦，會引導你會作出一個決策去買佢，信服佢呢一個品牌係勁過其他競爭對手。咁呢度都係一啲字眼上令到你哋語言唔係好明確，責任又唔知歸屬喺邊一度，一啲就係一啲曖昧嘅語言啦。咁章節4咧都有大量嘅短文例子啦，嚟教我哋點樣可以分辨到佢係咪一啲曖昧嘅詞彙啦。呢啲通常都會用喺廣告上面嘅手法啦。嗱，有一篇嘅例子都會講到佢嘅議題就係平板電腦應該取締義務教育課本嗎？結論就係啦，理由就係話較便宜啊，減少紙張使用啊，對環境啊嘅友善啦。在標準化測驗中咧，同使用紙本教科學書嘅學生比較咧，使用平板電腦嘅學生成績係會較好喎。咁係咪即是話，喂，咁就用平板電腦咧？咁好啦，我哋又好快去到章節5啦。有冇價值觀嘅衝突同埋描述性嘅假設？通常咧，我哋咧就會發現咧，論述入邊會有啲隱形嘅假設。點解佢咁重要咧？分析翻咧價值觀嘅假設，學會分辨價值同埋描述性嘅假設，訓練自己接受典型嘅價值觀衝突。善用線索咧去揾翻一個描述性嘅結論啊。咁好似一個好複雜咁啦。咁舉下例先，冇咯。
嗱，我哋唔應該興建發電廠㗎，因為發電嘅廢料好危險，會污染我哋嘅環境。嗱，呢度提出咗一個理由相當明確啦，興建發電廠嘅潛在後果。咁所以咧，一般人就會認為污染環境咧就唔可以啦。咁點解呢個人嘅想法會咁？呢一種後果佔咗幾大嘅份量？防止污染又有點樣可以成為一個普遍嘅價值觀呢？我哋只係能夠猜測。但可想而知咧，講出呢個句子嘅人咧，只係重視健康同埋自然保育，會成其他人咧就會點樣諗呢？咁佢點樣喺呢個論述入邊強調有唔同嘅效果，例如俾電消費大眾將受到什麼影響啦？原因何在啦？點樣會因為呢一句述會非常重視效率啦？咁因此咧，呢啲價值觀嘅假設咧就係自然保育重於效率啦。咁佢嘅理由有冇支持呢個結論呢？呢一樣嘢咧就係確定一個價值觀嘅假設一樣嘅重要方法。點解要揾出一句子嚟訂立一個後果同埋訂立一個結論呢？我哋就係要揾出理由去提出呢一樣嘢啦。好快咧就講到頭先目錄嘅後邊嘅6、7、8、9、10、11、12、13啦。其實咧都係教導我哋咧點樣寫篇文章啦。咁例如去到目錄，頭先講到目錄嘅5啦，跟住去到目錄嘅6啦。推理有冇謬誤呢？議論嘅結論同埋結論係乜嘢嚟嘅？理由係乜嘢？呢啲詞彙有冇曖昧不明？價值觀係咪正確？問到呢啲問題嗰陣時咧，你就可以察覺到咧佢哋上面嘅推理上有冇謬誤啦。咁你要記住咯，批判性嘅閱讀同埋傾聽咧嘅目的係判斷一個結論係咪接受嘅程度同埋價值觀。喺複述呢個4個問題嗰陣時咧，可以展開自己嘅評估，必要嘅起步。現在我哋要問啱一個問題，必須對推理嘅價值同埋品質作品咧作出呢4個評論下，有冇區分為假金定係真金啊？我哋希望將最好嘅理由揾出嚟啊嘛，咁所以我哋要睇下推理有冇謬誤啦。好，我哋又舉個例子咯。主編你好。你哋呢個報紙咧支持史德賓嘅參議員咧加稅嘅主張咧，增加喺呢個本州咧可以用於改善道路嘅稅收，令我最驚訝不已啊！史賓德嘅參議員咧當然贊成加稅啦。對於主張課稅嚟花響自由派咧，我哋仲期望啲咩咧？喺呢一封信咧，好似提出咗一個理由，引用邊個參議員講嘢嚟反對加稅，但係咧最後佢同個結論又係無關嘅喎。咁到加稅嘅想法好唔好咧？呢一封信寫得係咪太過簡單啊？咁所以咧，我哋又要從發啱一個問題嚟找出推理上面嘅謬誤啦。我認為咧，參加婦女聯誼會浪費時間同埋金錢。嗱，呢啲句子係有出現人身攻擊嘅簡短例子下。咁啊，第二句啦，你當然會咁講啦，因為半個婦女聯誼都會接受你嘅入會申請啊嘛。你對我提出嘅立場嘅論述有咩睇法先？呢啲理由唔算數啊，你只係輸唔起啫。嗱，人身攻擊啦，抨擊同埋侮辱一個人咧，就唔係以事論事。係啦，我哋要揾出理由，呢咁嘅推理出嚟咯。就唔可以啦，咁咧所以呢個 chapter 6就係教我哋點樣揾出推理性嘅謬誤啦，唔係訴諸情緒價值嘅，而係引用呢個情緒嘅語言嚟等到讀者有讀者嘅分心，忽略咗相關嘅理由同埋證據。咁呢個就係 chapter 6想主要帶出嘅原因啦。咁去到chapter 7啦，以個人嘅經驗啊、案例啊、證詞啦去質諸權威喎。咁啊當中咧亦都會講到你有啲咩證據啊？你點解知道呢啲係正確？證據喺邊度嚟？你點解相信呢個事實？你確定呢啲係咪正確？咁我養成呢啲不斷問問題嘅習慣咧，就好有機會咧成為一個批判式思考嘅思考者啦。問啱呢啲問題，發表論述就有責任公開立論嘅理據。但凡希望咧人哋覺得自己嘅論述咧都有參考價值咧，都會毫不猶豫咧會回答呢啲問題。咁佢哋宣稱嘅事實咧係如果夠強咧，一定會同你分享㗎。所以頭先嗰幾條，你有啲咩證據？你點解知道呢個係啱？證據邊度嚟？你點解相信呢件事實？你確定佢係咪正確？你能唔能夠證明？嗱，呢一啲問題咧，都係當你如果有質疑或者批判式思考，都會帶住去睇呢本書啦。咁好啦，跟住去到 chapter 7就係講呢樣嘢啦，到去 chapter 8啦，個人觀察 versus 研究報告啦。咁通常我覺得咧，啱啱睇到呢一本書咧，其實都係一啲教我哋點樣運用啦。嗱，佢就會講研究顯示，研究人員在最近嘅調查中發現乜嘅醫學期刊報告指出，咁通常就可以加埋自己個人嘅觀察落去咧，等到呢一樣嘅研究報告咧係可以 prove 到呢一件事情咯。咁去到 chapter 9啦，
咁我繼續咯，係咪有對立嘅成因呢？咁我又嚟講下個故事先。有個好奇心好強嘅男孩仔咧，就注意到太陽早上咧就喺天空出現，到咗晚上就消失啦。咁佢就好困惑，究竟太陽去咗邊啊？於是仔細咧就觀察咗太陽呢回事啦，但係仍然都冇辦法搞清楚太陽走咗去邊。接住落嚟呢個小男孩就發現到嚟照顧佢嘅保姆咧，亦都係朝頭早出現，晚上離開。有一日佢就問保姆佢夜晚去邊，保姆咧就話翻屋企啊。咁保姆嚟同去咁啱又係白天啦，同埋晚上嘅專門時間，所以小男孩嘅答案就得出個結論啦。保姆離去就係因為太陽回家。咁呢一樣嘢咧，佢覺得佢係咪運用咗對立嘅成因咧？咁唔等於呢一件事係正確噶嘛？對立嘅成因咧係一種合理，唔係一個唔同於作者嘅解讀，能唔能夠可以解釋到呢個結果嘅發生啦？呢個主要係講緊呢個章節講嘅事情啦。咁啊，尋找翻對立嘅成因嘅過程咧，好似偵探咁嘅。當你發現呢個對立成因咧，你就要自己問自己，我諗唔諗到一啲地方去解讀呢個證據先。好似頭先咁個細路仔話個保姆離去就等於太陽翻屋企，意思係咪啱嘅咧？係咪有其他因素可能造成呢一個行為或者發現咧？點樣可以從唔同嘅角度去觀察？點樣會揾到唔同嘅成因去解讀？有冇唔正確？或者點樣可以解讀係好似合乎合理咁嘅原因？即係 fact finding 啦。係啦，咁我覺得就跟住我哋就去到可以即刻飛去呢個 chapter 10啦。統計數字係咪可以相信？咁我哋又舉咗啲例子啦。經濟情況就大幅好轉，光係上個月咧失業率就跌咗1%啦。經濟情況大幅好轉同失業率下降1%，咁呢個推論其實係咪真係啱呢？數據咧可能會有機會呃人，頻率好高亦都有機會係呃人。數據試圖證明一啲事往往咧其實唔係淨係表面上咁樣睇咯。身為聽本識思考咧，應該努力揾出一啲錯誤嘅統計推理啦。用短短幾個章落咧，可能唔可以將一啲統計嘅騙術話俾我即係讀者聽，但係咧佢呢本書咧就話講一啲策略啦，等我哋發覺呢啲係騙術，即係例如頭先講經濟嘅情況好轉，等唔等於失業率係下降呢？呢個都係我哋需要諗嘅。咁樣統計數字係咪可靠？另外作者都舉出另外一個例子，最近一則頭條新聞咧就話40% 嘅大學生飽受到注意力缺失症，之乎40% 飽受到注意力缺失症，即係 TDA 之乎。你睇到呢個標題，你係咪都會俾佢搞到我哋覺得自己好似無法注意力集中咁樣呢？但係呢個數據又點樣嚟呢？呢個都係我哋要去諗嘅嘢咯，唔係淨係俾個數據就可以啦，係咪？另外一啲泳流平均值啦，佢都有舉到例子，成為美式足球員係最賺錢最快嘅方法。2006年美式足球員嘅平均薪資咧就係220萬美元啦。呢個就係一個泳流我哋咯，係嘛？即係你成為美式足球員就係賺錢最快。就講埋個平均值。根據最近一項調查，大學成績達標對學生嚟說係比較輕鬆嘅。大學生每一周平均讀12.8個小時，為20年前嘅一半數字。咁呢一啲例子咧都係用到一啲平均值，但係計算呢個平均值其實有3種方法。第一咧就係將所有數字加埋啦，除翻一個均值嘅數目啦。第二咧，所有數咧就由高至低啦，就去排個中間位啦，係咪？咁呢啲都係啲平均數嚟嘅。其實好似職業足球員為例啦，咁我哋可以分為4個報酬。咁就算佢頭先講到呢一樣嘢，係咪即係等於佢係時薪好好咧？咁呢個都係混淆緊我哋嘅視聽啦。證實一件事，接住就嗌嚟證實另一件事。咁呢個就係 chapter 10想講嘅嘢啦。好啦，去到我哋嗰個章節11啦。咁遺留咗乜嘢重要資訊？呢一個 chapter 咧，佢想我哋學習目標咧嚟記住任何論證咧，都有機會遺失咗一啲資訊，培養我哋要問問題嘅習慣，等嗰個遺留嘅資訊咧出現翻。批判式思考嘅 chapter 11啦，去到推理如果唔完整咧係唔必然嘅。
被遺留嘅重要資訊咧，等同建構推理嘅過程缺少咗個拼圖一樣啦。咁我就講出咗我哋可以平時點樣做啦。嗱，有時咧時間同埋空間咧都係會縮短咗論述內容嘅完整性，因為咧人嘅注意力咧其實有限㗎，我哋必須快速提供一個信息。發表論述嘅人咧擁有咗知識，但係有機會就唔完整喎，論述又會有機會騙人。發表論述嘅人所持嘅價值觀、信念、態度咧，亦都會同我哋有唔同喎。咁所以我哋要問啱問題啦。咁書入邊咧，我哋例如佢會教我哋點樣問問題咧。咁我哋咧通常都會要提出一個反論證啦，唔同人嘅意見有冇提出過，佢哋又係一啲咩理由咧？係咪由其他研究調查，亦都有呢個研究調查相互抵觸咧？係咪一啲被遺留嘅例子、證詞或者類比可以用嚟支持論述對立嘅方面咧？呢啲都係我哋應該要考慮到嘅情況啦。去到 Chapter 12即係第12章節啦，找出任何可能嘅合理結論。咁我章節12最主要學習目的咧，即係二分思考造成嘅危險啊，發展我哋自己灰色思維，寫去唔係淨係非黑即白嘅思維咯，即係揾一個可以灰色嘅地帶啦。成本書去到而家第12個章節咧，應該更加有能力去分辨一啲知識上嘅黃金位置啦，區別較強同埋較弱嘅理由噶啦。咁二分思考咧，考慮多種結論嘅絆腳石喎。結論係何時立證嘅？邊一個位係正確？結論點解佢有咩目的係正確？如果佢會提出如果啦，係啦，即係要我哋反思維咁樣諗一諗咯。咁去到 Chapter 13啦，克服批判式思考嘅障礙啦。咁通常咧一篇文章啦，或者一篇通告啦，問啱問題咧，都會令到出問題嘅人。問問題人會令到寫呢篇文章嘅人會唔舒服嘅，但係咧，正如我哋第一個 chapter 學批判式思考咧，其實係成個社會活動，係人與人之間嘅接觸啦。為咗了解他人嘅觀點咧，我哋必須願意去問翻呢個問題，而唔係坦然接受對方嘅論點啦。當然啦，對方遭到質疑咧，亦都係會做出防衛嘅反應啦。咁思考過快咧，人人都係思考者嘅嚟，我哋其實一定會朝頭早會諗下自己着邊件衫啊，我應該信咩宗教啊？其實我哋個心咧會無時無刻咧都不停咁去諗嘢嘅。講到呢度咧，其實成為一個批判式思考咧，其實係一個好有用嘅工具啦。但係最阻礙我哋嘅咧，其實會係書入邊都有啲圖畫顯示，小心呢啲思考性嘅障礙啦，會俾人哋覺得你答非所問啊，堅持信念啊，人哋會覺得你諗得太快啊，背叛我哋嘅心智習慣啊，係咪呢條友想成為光環效應啊，自我中心主義啊，可以問問題令到人哋唔舒服啦。咁呢啲都會成為我哋做一個批判式思考咧嘅障礙啦，或者減慢嘅速度啦。咁咧，我哋點樣可以將自己可以發揮得好啲咧？就係平時可以吸收大量嘅資訊，亦都將呢啲資訊咧多元化嘅觀點咧進行全面性嘅假設，以理由同埋證據作為決策嘅依據啦。對於他人嘅信念，以開放嘅心態去了解，同時咧亦都要應該攞住質疑嘅態度去驗證呢個信念咧係咪可信嘅。對於任何說法咧，真實性咧，提醒對方應該尋求並且尊重多元化嘅觀點。咁點樣做令到別人咧覺得我哋呢個批判式嘅思考當成一個友善嘅工具咧？其實去到呢一個書嘅 ending 咧，其實都回顧翻啦。Chapter 1係寫咩？我比較好奇或者複述別人嘅字句，唔係當場咧就捉住人哋話嘅錯，一槍射死人咧，咁啊真係大鑊噶啦。咁所以咧，我哋都要學習有禮貌啦，同埋要尊重咯。咁其實批判式思考咧就唔係好枯燥嘅，你當自己業餘嘅愛好咯。但係呢一樣嘢咧，亦都唔係俾我哋去炫耀或者辯論啦。咁我哋提供咧一個通情達理嘅平台喎。咁將呢個信念本身其實都好神奇嘅，但係其實呢個報酬咧亦都係最嬲尾先會顯示到出嚟。咁當你揾到你要揾嘅答案之後咧，應該去實踐翻嗰個答案啦，先至可以令我哋批判式思考嘅人咧創造自己身份同埋地位嘅基礎。嚟到繼續服務我哋自己嘅工作，服務自己嘅社團啦。咁我哋其實如果 follow 呢一本書咧，其實我用咗差唔多20分鐘去講成本書嘅每一個章節啦。
我覺得係有用嘅。咁佢亦都教識咗我哋點樣禮貌去問翻嘅問題，而假設別人所謂提出一個結論要我哋 follow 去做，究竟係咩目的啊咁樣咯。即係正如我個女今日去交中學嘅報名表，去到個中學嗰度咧，嗰個細細粒嘅 condition 咧，喺佢嗰份指引入邊就話要攞埋正本去對。咁我都好好奇咁樣問翻學校嘅職員啊，點解一定要正本咧？難道你覺得我哋嚟交影印本就會將正本入邊嘅嘢去改造成為影印本，而家俾你睇一個張頁？咁啊，其實嗰個人係冇出聲嘅。咁當然因為你佢覺得你冇攞正本，佢就一定係你唔啱啦。咁啊，入唔入我哋中學係你哋交表人自己決定啦，吊高嚟埋啦，即是啊，去到呢個22世紀2026年嘅今日，都仲會有啲咁落後嘅學校繼續覺得別人會拎張偽造嘅成績單嚟你學校度 interview， 我覺得都幾好笑。其實如果我係好好運用批判式思考去諗，我都亦都引導我屋企人去諗。如果一個人要去到改造嗰張成績單嚟去見你間學校或者入你間學校，你 protect 自己間學校，我覺得係你係啱。咁但係我哋去讀唔讀，或者你哋繼續去用呢個操守去收呢啲要求冇問題嘅。但係重點係我哋係咪需要咁做咧？身為家長嘅我會點樣教育小朋友去點樣睇呢件事咧？正如我哋即係呢排做保險啦，咁你去交一啲索償嘅表格，咁即係你 claim form， 即係例如身邊咧你睇醫生你整親，咁啊你個保險可以 cover 以外保險去睇醫生咁計，咁你都係其實靠 upload 嗰份文件，其實保險公司都冇收你原檔㗎。咁難道其實你嘅收據上嗰個數字你會刻意去改而提高你 claim 個 amount？ 我身邊咧其實係一個誠實嘅表現，相信呢個人類係唔會做出呢個行為。咁我唔係話即係而家學校只係有感而發，覺得睇完呢本書嘅批判式的思考就會令我反映我嘅結論，就係其實係咪真係有必要去入呢間學校咧？咁啊同身邊老公分享，咁當然老公其實唔贊成你嗰間學校嘅車程係比我哋同區嘅要多出3倍嘅時間先去到間學校，但係阿女好中意，咁我哋好配合，但係最後推翻自己一直以嚟信念，因為呢間學校係我哋最後去交表嘅學校啦，中學。咁但係因為女女想入，咁我哋都去教，但係到最後結論係見到冇咗個 original 去對，而到最後學校就叫你翻屋企，明天請早啦，你嚟交，而得出呢個結論，而導致我哋成為批判式思考嘅人，就推翻晒前面，相信呢間學校係會帶俾小朋友有 good 嘅 performance。咁所有嘢顛翻覆倒咁樣再去睇多次間學校，其實佢入大學嘅 percentage 啦，小朋友所有成績嘅 grading 啦，其實唔係咁得嘅。咁因為連呢個 research 都冇顯示到出嚟，即係佢嘅學校嘅網站或者佢其他分析每一間中學嘅website 入邊都揾唔到佢嘅資訊，咁就導致我哋諗住唔去交表啦。咁呢個都好感謝，其實呢一本書令我認清楚，劃得咗重點去解決問題，有效溝通啦。我好明白，其實屋企人同屋企人之間係好想令到對方相信你講嘅事實，唔係你到最後發生某件事而推翻之前所有嘅結論，你哋先聽我講，即係我身邊嘅先生啦。咁批判式思考就係當你遇到呢件事，你就會將所有前面嘅嘢批判翻晒出嚟，批判翻之前呢間學校根本都唔係，我真係得罪講句作育英才係咪？如果你能夠從一個收生收到一個學生，佢會改寫成績單或者佢嘅比賽嘅成績而入去你間學校，你收到佢，咁當然係呢個學生嘅人品問題。你哋學校做保護措施冇話唔啱，但係宏觀社會唔同嘅機構、金融機構而家其實都採用緊電子化，咁拋翻出一個問題，難道其他人會攞一啲假嘅嘢去做一件行為咩？只係攞1%去覆蓋響另外嗰99% 嘅人要跟住你咁做 ？That's why 真係保留咗一個好大嘅疑問。囉嗦咗2分鐘講啱啱呢個 point， 不過真係有感而發。咁我都好推薦其實睇呢本書嘅，因為令到我啱啱所講嘅
係2分鐘咧，其實都 support 到我呢個媽咪點樣去引導小朋友，最後作出一個呢個結論，而我係無悔嘅。因為小朋友入去中學，由小學先上中學，都係一個好漫長嘅時期，喺唔同嘅時期會要引導小朋友啦，或者身邊嘅伴侶去點樣睇一件事情。咁而呢本書嘅得着就係睇穿咗呢個假象咯，理智咁樣發聲，係咪？咁問啱問題就係一個開始啦，所以好配合我今日最後嘅人生睇法。咁如果你哋都中意呢本書，都可以買嚟睇或者去圖書館借咯。以上咧都係我自己嘅個人意見啦，就唔等於你哋聽完我講要睇咗本書嘅。咁但係我覺得係好大得着嘅。好啦，如果你哋都中意我呢個 channel，記得訂閱、like 同埋或者留言，等我得個知道啦。